喂，敢是来食担当当大人的宴会？来来来，拢伫遮，进来，这位哦，莫夹唔着边哦。哎，是来参加陈董人形化的晚会的吗？在这边，在这边。来来来，麻烦伫遮签名啊，对，这个对，就是遮，水。后壁免急啊，大家拢签袂着，签袂着，哎，来。哎呦，陈董说人来就好啦，你还包这么大包干嘛？如果一定要包的话，哎，一定要包的话是怎样啊？即马咱担当讲爱电子化咧，哦，对，我们现在都电子化了，所以如果你一定要包的话，可以帮我扫这个 QR code，这是陈董的绿界。好，好，扫好了哈。那左手边帮我走进去就可以咯。靠腰，诶啊，那个要不要先讲？还先跟我啊？那个，对，就哦那个，哦，那个吗？那个，对那个。好像可以先讲诶。啊好，大家歹势，到即马看袂着咱担当规人的影，啊毋过免烦恼，伊讲咱车的电子火车已经到位了。啊，咱等下就先上道来看开场的表演。来，内底请坐，内底坐哦，来哦。对我来练武功，我来去武勇总队。武功我就是这阵风。呢，就是安尼，像破西瓜这样简单的问题。哦，shit，就是安尼，像放风吹，亲像鸟只自由飞。哦，青春短短，不免歹势，脚无有情阁有体。哦，军情短短，莫想遐济，随着音乐玲珑西。Everybody 个看妹妹 ，Everybody 阿三看阿伯 ，Everybody 练到100岁，Everybody 心情好甲上10倍。对我来练武功，我来去武勇总，对我来练武功，我是女神龙。呢，就是安尼。像破西瓜这呢简单的问题，呢，就是安尼，像放风吹，亲像鸟只自由飞。哦，青春短短，不免歹势，脚无有情阁有体。哦，军情短短，莫想遐济，随着音乐玲珑西。Everybody 个看妹妹。Everybody 阿三看阿伯 ，Everybody 练到100岁，Everybody 心情好甲上10倍。对我来练武功，我来去武勇总，对我来练武功，我是女神龙。对我来练武功，我来去武勇总，对我来练武功，我是女神龙。Everybody 个看妹妹 ，Everybody 阿三看阿伯 ，Everybody 练到100岁 ，Everybody 心情好甲唱10倍 ，Everybody 个看妹妹 ，Everybody 阿三看阿伯 ，Everybody 练到100岁 ，Everybody 心情好甲唱10倍。我来练武功，我来去武勇总。对我来练武功，我就是这阵风。对我来练武功，我来去武勇总。对我来练武功，我是女神龙。来宾请掌声鼓励。
阿慧，你着搞你来，你拢说要快进来啦，落来啦，要表演，咱对才好来表演的啦，互你变，拢互你演，啊，紧落来，啊，你还要出这红唱我变鬼，我翕来倒，啊，紧落来。等一下，现在画面卡住了。哎，大家晚安，大家好，完蛋了，这个网路线没办法容纳我的英俊外表，所以我们现在我的等一下背景啊，有，哎，大家晚安。在我跟大家打招呼之前，我想要问大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们刚刚听脸部讲的时阵，请问我的我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那个音乐跟字幕有同步吗？请大家告诉我。然后第2个问题是，请问我的声音跟伴奏有分家吗？对，我非常需要大家告诉我这2个问题的答案。好，谢谢。好，太棒了。那好，什么问题？要拿多少谁在我的衣服里？喂。哦、shit！ 音乐跟字幕有同步，但我的声音跟伴奏分家吗？你们有办法告诉我分家大概多少吗？我需要调一下我的同步位移，对，因为我的电脑无法容纳我这个过于精致的2.0节目，所以其实我现在电脑我的电脑其实现在快烧起来了，对，就是简直是比我还要更火辣，它现在已经是俨然是一个火炉，照耀大家这个寒冷的冬夜，所以对，记录档可能不会比较好啊。我其实有彩排过，然后我彩排的时候，我发现如果我这边是卡的，我的记录档也会是卡的，对，那就完了啊，没关系那就先跟大家说个抱歉，对，那差距大概1个字，不太确定时间长度，好，那我先调一下我的同步位移好了，你们等我一下哦。好惨哦！你知道这个就是准备的太过精致，导致这个好棒哦！不要紧，用色气扛过去就好。那0.8个字哦，等一下脸部功的1个字是多长，我也不确定。好了，那我们就只好用那个最不负责任的方法了，我们就滚动式修正，好不好？好，那自己问自己说好，太棒了。好啦，那我就用滚动式的，那我就先调个600毫秒好了。等一下哦。其实我现在是真的很紧张啦，但是我紧张主要的来源不是因为我准备不充分，主要的来源是我完全不知道我的电脑什么时候会真的到达燃点，你知道吗？就是金属也是有燃点的。好，说下去，多谢大家今日来哦，今日真正有影高朋满座有无？嘿，来哦。好，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参加今日这个或者阿慧当大人宴会我就是迄个阿慧本人本人即摆真正是人，即摆真正是阿慧本人，总算是迄个会当来好好做人咱这个阿慧就会好好打拼大家讲好唔好？若好，你就拍伫开讲室内底大家毋才看有这个咱阿慧以后就来好好做迄个正正当当的一个人大家讲好唔好？我头拄仔讲啥？大家有听到？我讲要做正正当当的一个人这句话重点是啥？正正当当的一个人一个人尔意思就是讲，虽然即马外表有较缘投毋过还是真可怜安尼，或者水人无水命就是讲，
即个无钱通好车啥物，无钱通好请啥物电子火车，逐项都爱靠家己吼，所以就干来当家己上台来唱吼，嘿迄个阿慧伫车顶安尼，应该较像是电子火车啦吼，嘿，大家敢听有就是阿慧伫车顶，吼安尼号做火车，吼。今日足寒吼，有人讲今日足寒。好恁应该看迄表演嘛，看甲真欢喜吼。大家讲对毋对？那对你着拍字伫开讲室内底有拍，我才会看会着吼。我看会着，我才知影你真正有介意，我才袂迄个暗时困袂去，家己踮面床顶伤心甘苦目屎流的时阵，就知影讲大家是爱我的吼。大家来看阿慧表演，若有欢喜咱。小等就随过来唱一条，好不好？这个，你竟然摇着，嘿，这有做啥？迄个树大就分尾吼，人大就分家吼。等下如果那个伴奏跟我的声音又分家的话，就对不起，我之后。因为我今天真的准备的东西太多了，然后我同时开起来的时候，我的电脑真的是非常的温暖，照亮寒冷的夜晚这样子。那之后反正我现在长得比较帅了，我比较敢开歌回，你知道吗？就是我歌力不够，我就拿那个外表来凑啦。所以之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开品质更好、更专注在唱歌的歌回给大家。好那我们就废话不要讲太多，先来唱一唱，好吧？1, 2, 1, 2, 3, yeah！ 強がってばっかでなんか損してる気がするだってそうじゃん言えないからこらしないのあんなこととかやだどんなこと男でバカね変なこと今考えたでしょ君って嘘がつけないタイプAre you okay? 上々酌量の余地なしまるでお話にならないわ壮大なロマン語る前に現状分析できてる君ってどうかねちゃんとこっち向いたベイビーのなんて言わせないわ本気モードなんだから思わず見とれちゃうルルルル唇で君を虜にするの今日こそ勝負なんです大家嗨起来嗨起来 Come on baby意地張ってばかりなんか正直になれないしょうがないじゃん後ろからグテしてほしいのなんてねちょっと待って焦らせないで全くそういうのってもっとムードとかあるでしょうこんな気持ちにさせておいでほっとかれるらもう責任取ってねちょうどこっち向いたベイビーのなんて言わせないわその気にさせるんだから思わず拝みたくなるようなおみ足で君を虜にするのデレデレしないでよ言葉じゃ伝わない大きなハートマークどうしよう胸がキュンとして何も考えない君ってやつはねもっとこっち向いたベイビー何度も言わせないで
私も知らないんだから思わずかまっちゃいたくなるようなのもいいかな今の話なし何をも文句は差1-2秒是现在还是差1-2秒吗？完蛋！好啦，那这个，我发现大家来这么久，我还没有跟大家好好的问好，这还真是失敬。啊，等我一下，有人说头发拉起来很帅，是不是？好，赶快收起来，免得你们被我摔倒，不然怎么办？我只想要召唤我的酒杯，有必要这么卡吗？可恶！不要自己笑，为什么自己笑？因为我发现那个伴奏真的好卡，卡到我哭出来，怎么办？摔到卡住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算了，在等它卡住的时候，我就来喝个水吧。反正我刚刚唱的有点太嗨了。喂，我的 OBS 直接不工作好吧，那在等待的时候来跟大家聊聊天。有我的 OBS 工作。我还没喝到水，等我一下。今天早上喝是你唔敢嫌多谢。来给大家敬酒大家好，Aris Hayashi， 多谢今日来足久无看你，变更较缘投，你个车上，你要是无变的，要是同款想要对迄个 LE 的人出手安尼，爸，欧拉夫老师，爸你怎么来的？马铃薯，包只大包要创啥？欢迎。我敬大家因为这是素材，我没办法真的喝你们随意什么电脑卡住好亲民一样卡到爆的，什么意思？电脑卡住很亲民吗？是这样，我动起来太帅了，太不亲民。大家好，莫成你好，好，那感谢大家今天来，那这个，来看一下大家刷了很多的爱心，好，长得比较帅，比较敢开歌回，没有啦，其实我不开歌回，主要怕的是版权炮啦。但是我今天意外的收获就是伴奏卡成这样，他是不是就听不出来我用那个我到底在唱什么歌了？有道理，太棒了！教大家一个躲避版权炮的 paper， 就是你把你电脑弄到烧起来，然后你的伴奏很卡，它搞不好就辨识，我是不知道，搞不好就辨识不出来，有没有？那么这人形就知道跟蛇有关系哈，也许稍微看得出来，对，那么这个我最滑鼠直接不理我，光剪影就感受得到是一个妖艳，没错，就是妖艳，我这不就是邀请大家来晚宴了吗？对吧？妖艳就是这个意思吧？没错，就是这叫什么？这叫我邀请大家来我的晚宴，然后就是见识一下我会端出什么样的好货，这样子。所以就今天没错，我就是那个大家的妖艳贱货。对了，这个好像废话讲有点太多了，再讲下去是不是有点危险啊？这个没办法，毕竟就是难得变成了人形，也是要性情大变一下的，对不对？对，没错，妖艳贱货。好，那么这个最废话莫想讲今仔日就是要来让大家欢喜大家难得来自备酒水、自备食物来这个吃这个难得的晚宴今天真的好多人来，真的是倍感窝心我们难得有这个机会，难得废话唔好讲伤济今仔日那个大家若是爱听我唱歌，我就唱歌，好不？
哦啊，大家若是爱看我烫衫，我就烫衫。哦，我太无烫衫啊！等一下，我把我的酒抓回来。好，烫一领尔啦，烫一领尔啦。哦，因为这是 YouTube 啦，吼、啊，搁烫的袂用得放上啊，吼、嘿，真的现场人山人海哦，那个，足欢喜看到你，你要是遮缘投，我今日啊你随意吼，这么刺激吗？还好啦，脱一件而已，就是我也不敢脱更多了，好不好？哦，好，那个接下来我们就看看那个妖艳贱货要为大家带来第3首什么样的歌曲吧。I'm not above love to cash in. Another lover underneath no flashing lights. Another one of those ruthless nights. Yeah, I should've guessed that this would happen. I should've known it when I looked in your red. 大家，这是我们伴奏老师好像那个咖啡喝不够，所以在罢工。你等我一下。我先请我们的伴奏老师多努力一下，稍等啊，大家稍等啊。什么欧拉夫老师，你说要不要再一件？可以啊，就只要 YouTube 能播的都可以，好不好？To be or not to be 好啦 ，to turn or not to turn， 由那个老师来决定哦。胸口天气这么冷，穿这么少，不会啊，就是喝个酒就暖起来，对不对啊？大家看一看，应该会热起来吧，对不对？我这边光很亮，其实蛮温暖的。哦，是我们奇奥嘛？原来是你什么时候会台文了？哇哦！好啊，我们老师应该他刚才已经灌一罐那个热拿铁下去了，他应该可以，伴奏老师应该可以工作了。好，我们有请。I'm not above love to cash in. Another lover underneath those flashing lights. Another one of those ruthless nights. Yeah, I should've guessed that this would happen. I should've known it when I looked in your red hot eyes, spilling all your red hot lies. Yeah, what's the worst part of this hell? I can only blame myself. 'Cause I know you're poison, you're feeding me poison. Addicted to this feeling, I can't help but swallow up your poison. I made my choice and every night I'm living like there's no tomorrow. Anyway you want me, baby, that's the way you got me, I'll be yours. My story's gonna end with me dead from your poison. I got so good at being untrue. I got so good at telling you what you wanna hear. I disassociate, disappear. Yeah, so far beyond difficult to resist another gulp. Yeah, I know it's poison, you're feeding me poison. I'm choking from the taste that I can't help but swallow up your poison. I made my choice and every night I'm wasted like there's no tomorrow. Anyway you want me, baby, that's the way you got me, I'll be yours. My story's gonna end with me dead from your poison. Poison, I'm drowning in poison. I'm filling up my glass, but it's always hollow, full of poison. I'm sick of the poison. Wish I had something to live for tomorrow. Yeah, 谢谢大家。不是欧拉夫老师，你本人超怕冷的，然后你还听大家叫我脱，你就直接帮我脱一件，安尼搞掉。不疼儿子没有啦，那个欧拉夫老师真的是有点疼过头了。但关于这个欧拉夫老师的恶行恶状，我们晚点再来说。
但我讲太多的话，是不是明天的那个2.0后日谈就没得讲啊？那先我们等一下变看吼，洗稿洗担当无米，再来煮番鸡汤。谢谢，可以说我好帅，谢谢，是你唔甘嫌哈啊！对啦，是真的蛮帅的。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个叫做灯会祭灯大人的这个联欢晚会。嘿啊，大家有食饱无？哈，大家有啉好爽无？大家有穿好烧无？啊，我无吼，所以我先穿回来，不然我会冷死。大家好，起码台文看有一寡，袂歹，安尼咱会当来做好朋友啊。我有时候也会 po 一些台文的内容，所以应该蛮有机会交流的。上面要不会叫，要不会食好饱呢？头家冷盘，搁一盘多谢。哦，对我这个盛产冷东西，就是我会把自己拖到很冷，以及那个我非常喜欢讲冷笑话，谢谢。什么看起来像动机？哦，宕机吗？宕机啊？哪里宕机？你说我的电脑吗？不可能，已经把写腾腾，特别发热，不可能。哦，我的那个其实我的电脑是用那个啦马铃薯做的，然后它现在就是已经直接变成烤马铃薯，所以我等一下晚餐就是有多一个烤马铃薯可以吃。对因为那叫什么？因为我本人也是个油的肥宅，所以说不定我等一下那个就可以直接把烤马铃薯变成炸马铃薯，我就又有薯条了，好赚。对啊，直接风情马铃薯不是没有肉啊，我这边又没有在卖肉的，哪来的肉可以做风情马铃薯？哦，原来是硬体千刀万剐吗？真的耶，会不会明天我开播就不能乌鸦嘴，会不会等一下那个还是要讲，会不会等一下那个明天开播就直接死给我看，死定了？真的太嗨了，要喝个水才有办法跟大家做这个报告。我不是卖肉的啊，我是卖才华的，我卖艺而已，好不好？虽然不一定有歌艺，但是有那个什么，说出啊哦，这个下头一盒下档就久无看这样以后要怎么撕卖色标签？不要撕，撕了就你知道，有时候那个卖色的人在身上贴一些标签，你真的撕下来就会变全裸。我们还是留一点标签啦，那标签多少可以遮一点，好不好？没有要卖肉，讲要减肥，讲规档就要讲家己肥宅，不是，肥宅是一种心态，你们知道吗？你们有没有听过？肥宅是一种心态，不是体型。那个只要心肥，人肥不肥不重要，只要你的自我认同是肥宅，你就是肥宅。好，什么叫全裸？你要问欧拉夫老师，或是你要问那个画 fan art 的大家，好不好？对。什么火神要卖蛇？没有，这不卖的，好吧？好啦，那么不是心包油，没遐严重，等一下哦，你们等我一下，我这边好像有一个重要的消息，我看一下，没有 ASM， 等一下，没有 ASM 啊。那个在我进行这个非常精美的向大家报告之前呢，我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消息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们现场有没有车号 AHOE9487 的车主？哇，才刚刚在讲开车，就突然真的有车，不是？这边有没有车号 AHOE9487 的车主？您的爱车要被拖走了。请您尽速去移动你的爱车。礼物是你的吗？去移。那个 AHOE9487 的车主是上面也像是北七，不？谁？好，那个我们请李屋女士，请您尽速去移动你的爱车，好不好？请您不是靠北，这个卡住了就没得玩啦。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好了，没事啊，跟大家玩一下，跟大家玩一下。好，我们刚刚讲到哪？哦，我们刚刚讲到那个车号嘛，那个 AHOE94。8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我这个 YouTube 天罚好了，不玩了，直接被 YouTube 天罚好好玩哦，怎么那么好玩？这种就是要玩2次啊。这几帧起手我不知道，很卡，所以我其实不知道有几帧我现在影格遗失12格，我也不知道这样算几帧起手。好啦好，那没有第3次，真的没有。今天不搞大家了，玩够了，不玩大家了，对，不然这样以后那个我的形象就变成真的，我就要讲刘克教授，你马上说出来，我就真的变残念系帅哥，对不起，这个叫做什么？长得很斯文，然后嘞，就是长得好像很帅，但是个性非常糟糕，想要玩弄大家，不是啊？你们应该也被我玩得很开心吧？不要闹了。好，那我们真的玩过头了，等一下大家马上推定我会哭出来，不要斯文败类，谁说的？长得很斯文，兴趣很败类啊？那真的。好啦，那谢谢开心的是怎样？冷静不是酒瓶飞过去砸到的是你的荧幕吧？我应该是没有关系。对，斯文怪胎，说得好，马上顶起来。斯文怪胎，我喜欢。我从那个残念系变成怪胎系，残念系帅哥应该也算是一种，应该说怪胎帅哥也是一种，残念系帅哥应该没有错啦，反正有帅就行，好不好？好，那就来非常高兴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吧。你们知道吗？那个我没有做过初配信。对，我一开始我在变成人之前我是宝箱嘛，其实我没做过初配信，所以我觉得今天也是一个好机会，就是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我自己。对，那我就准备了非常精美的 PPT 要来跟大家介绍。我好像挡住我自己的帅脸了。好，对，我是有舌头的，对，是的斯文帅哥吗？真的。对啊，自古以来就存在宝箱，所以没有想过要做初配信啦。长舌什么意思？长舌，对，那一定要的吧？我原本的那个本体就是舌头啊，徽记本体就是舌头，所以对吧？太色了吗？那个请大家感谢欧拉夫老师，都是他的功劳，好不好？这个跟我就是完全是靠欧拉夫老师的技术结晶，才有了今天如此色气的我，所以那个如果觉得现在看起来很色很开心的，可以去称赞欧拉夫老师。然后如果觉得太色了，跟原本的形象差太多，没办法接受的话，也去怪欧拉夫老师，不要怪我哈。哪有人这样迫害自己老爸？这样真的对吗？什么叫突然好想吃猪舌？什么意思？自己去买，不要看到我就想你是说我是猪是吗？好，诸事大吉。好了，那就我叫单辉记对啊，如果你念不出台语或是不喜欢念台语，你也可以叫我陈火蛇，没问题。好，那对我就长这样，对啊，那个对，好，这页好像没什么好讲的。好，那没有啦，老师对不起，请继续疼爱我。不是，什么叫原本宝箱形态很色？你冷静好不好？你又想干嘛？为什么一堆人想要对宝箱下手？不是我好不容易长成这样了，你们就不能对长这样的我下手吗？你们一定要对宝箱下手吗？你们有什么毛病？好啦，跟大家介绍一下阿慧的经历。对，好是什么意思？要下手？好，请。我很冷静啊，我哪里不冷静？我看起来有生气吗？我哪有生气？我很冷静，好不好？非常冷静。这种要求第一次听到吗？太棒了。那下次听就不是第一次了。
好，那我在 YouTube 当了 VTuber 大概10个月啦。对，我其实有点忘记了，因为那叫什么？因为我成立频道的时间比那个再更早一点，对。然后我真的以宝箱的姿态跟大家见面，大概10个月了，那应该没有人在乎啦。我现在长这样，谁还在乎宝箱啊？完蛋了，我上一个会师妈妈直接找我算账，直接说什么叫谁在不在乎那个宝箱？不行。好，反正就是当了大概10个月，对，所以这段都没 BGM 是正常的吗？是正常的，因为我希望大家专心听我讲话，所以我这边没有放 BGM。对，你们要的话，我也可以放那个蒸馏水，但我想应该没有人要，至少我自己是听得蛮腻的。好，梅子熊，喂，梅子熊你好，欢迎。哎，没懂你好，好久不见，那个气色看起来又更好了。对，专心在看我的脸，刚刚讲什么？喂，你这个这样讲话有点危险哦。好，那对，然后我之前在连锁咖啡店当过大概6个月的 PT， 对，就是我对咖啡其实也没有很懂，我就只是爱喝，然后去了6个月也还是没有很懂，然后到现在都还不会拉花这样子，然后就是去打扫跟洗东西的，没有，才没有要怪你酒，我是这种人吗？我不是，你们不要看人家长得好看就觉得我是这种人，好不好？太过分了吧？什么意思？我这个脸讲这种台词很牛郎是吗？是吗？那也许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看那个有没有可能，我们就做成可以把钱塞到衣服里的，怎么样啊？爸，你觉得怎么样？我们之后让那个大家可以塞钱塞到我这个身上，很多地方可以塞，对不对？人是有很多，好，不要再讲了，我真的变成完蛋戏。买香槟塔，但因为我真的好爱咖啡哦，如果是我的话，应该会比较想卖咖啡塔吧。先把钱塞到老师的账户，真的，好啦，那还是也许我们可以考虑开个集资条，好不好？然后就是你们先把钱灌到老师的账户，然后老师那边钱够了之后，我就可以再变出更多好看的东西，好不好？扣这个下班赶来，谢谢你捧场，扣董你好，换董你好哦，今天好多人来捧场，好开心。好啦，穿太多是不是啊？头都有讲今日咧，互大家欢喜吼，爱看我唱歌我就唱歌，爱看我烫衫我就烫衫吼，拖就拖，以防有人没看到，我现在拖给大家看。银子，银董，你今天怎么还专程跑来？谢谢你啦。咖啡塔不错吧？咖啡塔听起来不错。对，好了，那讲到咖啡，我们继续说那个。反正就之前在咖啡店打工的时候，我在去上班的路上，因为那个店离我蛮远的啊，反正就是在咖啡店上班的路上有出过3次车祸，其中2次是骑机车自摔哦，我都还记得哦。第一次是那个人家开车左转没有要让我，他转超快，然后我就为了闪他，我就急刹，然后我就往前就摔了，对，然后我是到最近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是因为，就是虽然他跟我没有碰撞到，但是如果是因为对方的关系，如果是因为他违规导致我闪他摔车的话，然后他还跑走，这也算肇逃哦。所以大家如果有，就是下次好像这样讲不太好，但是大家可以知道，就是有遇到的时候，要知道可以这样子，对。好，那另外一次是我要闪救护车，对啊，因为救护车就是救护车是不受那个红绿灯限制的嘛，所以我就是为了闪他，然后那时候我是绿灯啦，但是他是走红灯那个方向啊，他很急，所以我为了闪他，我又摔了一次。然后第3次是家人开车载我上班，然后就追撞前车了，因为那天雨下太大，那个刹车比较控制不好，对，就没有人想知道，对不对？好，但我还是讲完了，好爽哦。好，那再来是大学的时候，我试着自己设计桌游，但没有人要玩，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是桌游社的，然后我对这种游戏蛮有兴趣。等一下讲那个我喜欢的游戏也会讲到啦，然后就那时候就试着想要设计一些游戏给桌游社的人们玩玩看，
帮我 play test， 对啊，但是呢，因为我们桌游社其实大家最喜欢玩的一款桌游叫做把手机放在桌上玩，这也是一种桌上游戏，就是你把手机放在桌上玩手机游戏，这也是一种桌上游戏。那他们比较爱玩这个，所以就没有人要帮我玩，就变成这样子了。这真是拿大家没办法。对对对但以后有机会的话，也许我会想要做一些桌游相关的企划，或者是自己做桌游给大家玩，这是有可能的，好不好？然后我今天预告就是讲一讲，没有要负责人讲一讲。对对对对，没错，我赢者也懂，就是喜欢看书，看什么书？看脸书。对，神农电波是什么？我不知道。白河燕白的，那你家咕咚不来，完蛋了，我形象真的变这样子了吗？到底是我的外观影响了我，还是相由心生？这就不好说了。社交推理的桌游，你说的社交推理的桌游是大家一起聚集在茶水间，然后议论大家背后的八卦这样子吗？还是大家一起聚集在某个小社团、小群组，然后一起偷凑其他 VTuber？ 这么刺激的社交推理桌游吗？这个有点太好玩了，我不敢玩。这种我就不敢玩，这是恐怖游戏吧？好，那再来，机车驾照考了3次才过，就是没错，就是告诉大家那个有志者事竟成，就是大家如果考2次没过没关系，你可以考3次原来是神秘大地、农家乐、电力公司跟波多黎各吗？神秘大地我有玩过1次，那个算重测吧，其实那个有点算重测，对，有志者事竟成，耶，又有那个那叫什么？那个叫精华，又有精华可以剪了，好棒哦，好赚哦。对，我今天就是要主打一个正向思考，你看我们所有事情我们都是那个有好的一面的讲错话精华，然后那个伴奏很卡躲版权炮长得很色好像就没什么坏处对，没错什么意思？选股讲桌游有你的名字让你膝反射激动了一下，好，农家乐跟那个神秘大地那个都算中测吧，都是有点烧脑的我就没什么脑，所以烧不动。我现在我没什么脑，烧不了自己的脑，然后我现在也把我电脑烧了，我真的是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对，就是你知道太烧脑，就是把脑烧完了，烧脑没有脑了，你就剩下烧而已，好不好？今天阿慧就剩下烧而已，没错，反正本来本体就是火，不是，刚刚说本体是蛇，反正就是这样子，好不好？电力公司跟波多黎各好像没有玩过有机会再来玩玩看。对因为我比较笨啦，所以我都喜欢玩一些 party game。好像不能这样讲这样是不是直接地图炮得罪所有玩 party game 的人？好，没事，好，谢谢大家。那最后最没有人在乎的就是小学圣诞节的才艺比赛得过第3名哦，而且还是团队比赛这告诉我们那个。我是从小就展现出这个团队合作的精神，所以欢迎大家如果想要联动或是要做什么多人企划的话，都欢迎来找我，好不好？你看我们由小见大，见为知者，可以从这个是见为知著吗？还是见为知着？随便，好。对，没错，懂抱大腿的精神，真的没错约联动我约联动就是要蹭大家的热度，好不好？对，那总之就是这样，耶！马上写企划书，谢谢，我应该叫你尹董吗？谢谢尹董，谢谢原来是见为支柱原来是那个不闻支柱声，惟闻女叹息，没有人想听这些，好，我们下一页。证照，来跟大家说明我这个非常精彩的那个我有什么证照好其实我最想那个献给大家看的，想要等候大家看也只有1张啦，就是你看我考过那个教育部万人语言能力认证考试，好不好？我考中高级的，对，就这样，对，
他好像Fiorenza 你好啊，是基柱吗？不是支柱吗？好啊 ，Fiodon，那家古龙不来，在那边等你等好久哦。对对对，改名啊，无毋对啊，即摆改名我还袂考新呢，改名做台语的迄个认证考试啊，对吧？但是我就是不思进取啦，好不好？我考到旧的就懒得考新的哈，所以就目前还没有要去考新的规划。那大家因为考这个考试啊，就是每次你只要全部都考完，他就会送你一个通常蛮可爱的小赠品。他考这个只要150块哦，然后就会送你一个小赠品，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测试一下自己能力，可以去考考看。你考最简单的也一样送小奖品，对啊。如果大家有看到哪一届的奖品比较可爱，再跟我说，我再去考好不好？像那个今年3月的哦，基本上是250哦，是200几块，200个哦，是200个哦，干不是200个啊？记错了，太久没考了，我真的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应该啊，上面甚至直接有写年份，学生较俗的是哦，学生会比较便宜。我记得好像有一些如果你是小学生还是更小的，好像可以免费吧？好像对，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考考看。对，比多益划算10倍，真的对啊。反正我主要目的就是告诉大家有看到哪一届的奖品特别可爱，你就去考啊，顺便跟我讲好不好？你说不定就有机会冲塔，说不定我就在你前面考试啊，是这样鼓励大家考的吗？好啦，应该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冲塔比较有价值，还是那个250的赠品比较有价值？你们自己想想看。好啊，你们在聊天室也可以那个骗我、哄我，没关系，随便我很好我很好骗，好不好？新企划相约考试好像不错哦。10倍进前免钱啊，10倍进前免钱哦，原来如此。不错，那大家那个观众如果有18岁以下的可以去考考看。好啦，那就是这样子。好，写个要动脑的企划，什么意思？你要考验我吗？你说考试啊？考试好像蛮好玩的，我觉得考试企划，之后有机会再直接做出来好了。现在讲太多都没有用。好啊，6弟还没18岁吗？我是不知道，要问他。感觉他应该考过了吧？他那么强。好，我们的家庭背景，先跟大家介绍我最近爱的，不是最近才爱的哦，是那个还有敬爱，最近爱的，想敬爱的，不是最近才爱的，也不是想敬去爱掉的，也不是最快爱的，好不好？最近爱的，想敬爱的惠斯爸爸是我们的欧拉夫老师。敬爱好不好？是那个没有闪电的那个叫什么恩啊？好，我也不知道，中文不好，随便。千斤顶，它长得像千斤顶，有像吗？好像也还好。好，随便，好，大家知道就好啊，听错就算了，反正听错你们也比较开心嘛，那你们就听。哦，你以后要回台湾考，真的假的？齐浩马，你要来台湾考？你原本是在台湾吗？你要考台湾的台语考试是吧？也不是想跟爱没有被讲。好了平底恩，好的，平底恩那个以及我也非常敬爱的建模爸爸，也是欧拉夫老师。你们看清楚，这两个头贴有一样吗？超级比一比，这两位欧拉夫老师是同一位欧拉夫老师吗？你们猜猜看，好啊，趁你们猜猜看，我喝个水。啊，齐奥马之后就不在台湾了，原来如此。啊，对，没错，是，我差点噎死在这里。对，他是欧拉夫，你也是欧拉夫。那我叫高登。好啦，对，这是我们非常全才的欧拉夫老师。
又帮我绘制我的这个非常精美的人皮，以及帮我建模。对，我是尖头拉瑞吗？确实是尖头啦，确实。对，欧拉夫老师有2倍，对我们有双重享受。哎，你说谁尖头？好，对，那关于那个为什么欧拉夫老师会如此全才，然后又同时帮我绘制，又同时帮我建模，就是关于欧拉夫老师的2形2状，我们就明天这个2.0后日谈再来跟大家详细交代不然我有点怕明天没东西讲，好不好？有2个以上的尖头可以变 gentleman 吗？我从 gentleman 变成 gentleman， 好，谢谢，我确实蛮 gentle 的，对，好了，那我们对，不是啦，2形2状是开玩笑的，大家应该听得懂吧？就是这是表现出我对他的爱，我只有对那个非常欣赏跟非常敬佩的人才做没礼貌，好不好？对，你们不要，应该不可能误会吧？对，好了，那我们继续翻页介绍下去吧。好，来跟大家说说我喜欢的东西。对，我喜欢的东西，除了我自己跟咖啡之外，就是我这样会不会地图炮凑到所有人呢？没有啦，就是那个 VTuber 最常做的事，不外乎我比较喜欢哪一位欧拉夫老师？不能这样问吧？当然是都喜欢呢。那个我的心碎成了好多块，每一块爱上不同的欧拉夫老师，这样可以吗？现在有25个人在看我的台，我现在心就有25块啊。好，那就是 VTuber 的，我就理解成 VTuber 的基本功好了。大家最喜欢看 VTuber 做的事情，不外乎就是音乐跟游戏嘛。那我就来跟大家讲讲看我喜欢的音乐跟游戏有哪些吧。那音乐的话，我其实跟大众常听的华语流行还脱节蛮严重的。对我就是个老东西，也不是这样讲，反正我蛮喜欢一些 Vocaloid 的老歌。对，那比如说稍早我们有唱一首叫做ちょっとこっち向いて Baby， 这首就是认真说也蛮老的，好像10几年了，有没有13到15啊？好像吧，好像有。对就是以前在玩 PSP 的时候，超爱玩那个 Project Diva， 是念 Diva 吗？就是那个冥灵计划，然后冥灵计划第2代的那个，你在载入的时候什么都不按的话，他就会唱这首歌。这个算主题曲吗？应该算吧。对，然后我听了之后我就爱上这首歌，所以今天就既然也长得蛮帅的，就来唱给大家。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对，那我有听一些欧美独立音乐人啦，就是可能有人跟我比较就是有稍微知道我的音乐的喜好的话，可能知道我有听 Mitsuki 跟那个刚突然闪过一个闪过一个 artist 的名字，但我突然想不起来。好，想起来再跟大家说。对，那当然这游戏很老是吗？完了，暴露年龄。对，一开始听的歌也要15年了，真的，我们都老了，好不好？不是只有你们老，我其实也是。好，那当然就是身为一个很爱台语的人，我也是喜欢台语乐团、客语乐团，还有族语流行歌。对，那台语乐团有机会会多跟大家分享啦，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的美秀集团呐，或者是芒果酱我也蛮喜欢的。芒果酱就是有一写中文歌，有一写台语歌，但我觉得他们还蛮常在写台语歌的，写出来的风格我蛮喜欢的。那再来，如果你再听多一点，你可能就会听到克拉奇，还有对，没错，百合花、塞公羊阿辉，真的非常厉害，推荐给大家，就是想要多了解，可以去听听看百合花他们的作品，超酷的，超酷。对，然后客语乐团也顺便跟大家就偷偷推一下啦，就是你们可以听听看神棍乐团，还有那个电乐琴超酷的，然后也会常使用唢呐。对，以及我还很喜欢春面乐队跟声响乐队，我都蛮喜欢的。那族语流行歌的话，是因为我还没有看到有会唱族语的团啦，但是克拉奇也会写一些那个族语的歌曲，也蛮酷的。那对，那有机会再跟大家多聊。对，好，那
以及台 V 原创曲啊。那个台 V 原创曲，这个不是在捧大家哦，不是在这边捧各位前辈啊，我是认真的。我觉得台 V 原创曲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可能大家比较少会上架到一些串流平台吧，就至少我都用 YouTube Music， 然后我用的时候比较没机会探索到，所以我觉得还蛮可惜的，就变成需要那个那叫什么？变成需要在 YouTube 上去挖到大家的才听得到，对我就觉得有一种挖宝的感觉，蛮酷的。然后就是偶尔就是蛮常会挖到一些哇，就是其实很厉害，但怎么没红啊？这种东西蛮常有的。对啊，主语好像有看过那个，我不确定他原本怎么念呢？能弄吗？就是他也是有组团体是吗？对，好。那其实还有一位叫吴炯恩，对我也不知道他主语名字怎么念，我不会念，所以不要乱念好了。他也做一些蛮酷的歌，对，有一首叫《绕西大》，我非常喜欢，就是大家也有机会找找看，我再跟大家分享。好，那对，那音乐的部分大概是这样子啦。那游戏呢？我想要玩卡牌类的，刚刚有跟大家讲到，就是包含桌游类的，或者是那种 TCG 类的，我其实也蛮喜欢的，但我比较没什么开啦，就是可能我觉得大家不一定那么想看我玩 TCG， 所以我比较没有开啊。如果你们有很想看，你们可以直接跟我说，你们可以直接到我的那个 Discord 群组跟我说，我就会知道，我就可以来开，好不好？对，就是我需要听取大家的意见。那我也就比较喜欢小品类的游戏啦，通常是比较可能轻度策略啊，或者是掷个骰子可以靠赛的啊，这种感觉。对对对，那就是我也比较喜欢可以慢慢想的游戏，因为我反应很慢。我从国中之后就没有打过 LOL， 你们知道吗？信不信？我是讲真的哦。国中之后我从来没打过 LOL， 国中之后我也从没有玩过 FPS。看得出来很喜欢打3次卡牌，真的耶，你看太快了，我还没讲到那，你怎么可以偷看？怎么不看看我的帅脸？对啊，宝可梦有机会我也想多学一点，我现在只是稍微知道规则，但是说真的要打好像也不太会。对，那有机会也可以玩玩看 MTG， 对啊，真假的银牌也不会玩 LOL 是吗？还是你是太年轻没有玩过 LOL， 只有玩过其他的 DOTA 游戏啊？好，反正就是需要快速反应的战斗的，我都蛮不太行的。对，大家如果看过我之前开那个聊天钉的话，就知道，就是直接被打到不行，那个需要反应，我真的是很苦手啊，对手很苦啊。然后其他一些非常好玩的游戏推荐给大家，比如说 Premiere Pro， 超好玩哦。Premiere Pro 这个游戏多好玩的啊！它是缴月费制度的，对。Premiere Pro 就是一个可以慢慢想的游戏，好，真的可以慢慢想。然后如果也玩得很好的话，你还可以用这个游戏赚钱啊！大家如果有需要剪辑精华的话，我有开放委托，对，这是我主要赚钱管道。因为我看就是那个不是啊，就是当 VTuber 要靠抖内赚钱真的是比较硬，所以我目前就是有接那个委托，对啊。那个大家有需要可以跟我说，对，就是我们再来瞧。对啊，还有什么游戏好玩 ？OBS 也很好玩，现在就在玩。还有 VTube Studio 也是好玩到不行，对，真的推荐给大家。你看各位 VTuber 朋友，如果有机会就是认识 VTuber 朋友的话，你们看到他们的 Steam 哦，那个 VTube Studio 的时速哇，到底都几千小时的有没有？你就知道多好玩，玩成这样子，这个游戏真的是啊，大家都很爱玩，然后可以玩很久，然后永远都玩不好，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游戏呢。对，好玩，你可以每周玩，每天玩，有些很拼的，每天就玩好几个小时，超级厉害，有没有？好，那再来我也喜欢卡牌游戏。好，那再来还有 Steam 也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呢。在这个游戏里面，你可以收集很多不同的游戏，像那个有一个东西叫做探索柱列吗？发现柱列吗？对，然后就会在那边看到很多好像很适合开台跟大家玩的游戏，然后就会趁打折的时候买下来，然后就再也没有打开来玩过了耶，好好玩哦。好，那除此之外还有 GIMP 也很好玩，这个可能大家比较没听过啦，它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啊，没有钱缴那个 Photoshop 的业配的话，
你可以考虑使用这个开源免费的，也是可以制作图片的软体。对，我的缩图大部分都是用这个做的，没有业配，没有业配。Discord 也很好玩呢，有什么音效版啊，就是你可以在联动的时候去按那个吧当呲，然后大家就觉得你是白痴，然后来宾也会觉得你是白痴，你就可以体验那个抖 M 被放置的快感，你知道吗？非常好玩呢。对对对 ，GIMP 基本上是免费版的 Photoshop， 然后哇 ，Unity 也是我很久之前玩的游戏呢。那个，对对对，明天我们就可以玩好玩 DC 了。对，明天晚上8点半会继续参加那个老狼回的那个台语 Minecraft 生存，所以那个，但我这边不会开，所以大家可以去其他有开的人那边看。哎，明天就你们有追我的推特的话，明天就会看到相关的资讯。嘿。哇 ，Unity 这个大家应该比较少玩到，它是一个可以做游戏的游戏啦。因为我其实有一个做游戏的梦，刚刚有讲到嘛，就是想要做桌游什么的，我也曾经想过要做那个电子游戏。对，有一些关注我比较久的人知道。对，然后Unity 也是很好玩的，现在也不敢玩了。好啊 ，FL Studio 也是一个买了很久，然后就没有打开来玩的。对因为我也曾经有个做音乐的梦呢，但不知道为什么就做不起来。好那再来就是 Google Drive 啦，就是可以收大家的档案，做一些有趣的企划，在里面写那个20-30个自以为很有趣的开台计划，然后全部都寄出去，然后寄出去之后就是没有啦，但是就是我其实蛮喜欢做一些跟大家一起玩的企划的，所以最近也有展开一些新的想做的节目。对，那我会去再找各位 VTuber 朋友们哈，你们就敬请期待，敬请期待。对啊，很多梦，然后就没然后啦，大家可能都有这种经验啦。茶茶你好，茶董，好久不见，欢迎你今天来。好除此之外，我也很喜欢卡牌游戏。好，就这样，耶！好，就梦醒了，真的真的。就梦了一下，然后就梦醒了。对你们知道我国中的时候是梦男吗？我国中的时候是初音未来的梦男。好，你们就可以忘记了，可以忘记了，谢谢大家啊。好我踢到了麦，好没事。那来跟大家讲大家最喜欢的 hashtags 吧。首先 fan art 跟大家解说一下这个 fan art， 因为我叫灰记嘛，灰记那个用罗马字写的话就是 HOECHIH 虽然有一些声调我省略了，反正就这样。对，那时候有这个词吗？好像没有，对好，那因为我叫灰记如果你要画火蛇，你就可以说你在尾记你得尾灰记就画蛇这样子不用天竺但是可以添点那个。可以添一点油香好，对，所以想要画我的图就可以用尾记这个 hashtag。好，然后因为现在长这样了嘛，就是大家可能比较会想对我出手了，所以虽然我不知道啦，之前是长得像箱子一样的时候，也有人说要把那个蜡烛拿起来滴啦，我是不懂啦，但是反正现在长这样，应该比较会有人想要对我出手，所以我就对。不是添香油要干嘛？你要干嘛？你要把我身上淋一堆油太不对了吧？太 LOE 了吧？好就灰记嘛，我们一样改一个字母把它变 hot 记很 hot 的灰记，好不好？对，你要加那个表符吗？社畜1号也是可以，对就请大家多多出手，没错，他说的对，请大家多多出手。为什么？出手之后是不是大家爱看这种的就会那个分享来分享去？反正没关系就是你们就画嘛不然大不了我就假装没看到，反正我还是收割流量，好不好？请你们有画就请务必帮我 po 出来被检举是你们被检举，跟我没关系。好收割流量是我在收割有没有？不错吧？下好离手，如果离屋你要开那个 R18 的 tag 的话，可以用下好离手，听起来真不错。对吧？要看到吧？敢画就要敢贴出来你要画你就不要给我躲起来画，你要画你就画给大家看，让大家看看你平常都在想些什么你就画，你就贴出来
不然我要怎么收割流量，对不对？礼物要画了吗？这真是我的荣幸啊，这真是我的荣幸。好，那 fan name 其实好像平常比较没机会用到啊，反正想说大家说不定想要嘛，我就一样提供给大家啊，你们就疯狂哈。好，那如果想要找我啊，呼唤我，有什么东西想要给我看的话，然后不知道要用什么 tag， 就是不是 fan art， 但是又有东西想给我看，你们可以用这个 hashtag， 然后我就是孙餐醉哈，有时候海巡的时候可能就会看到看到就看到啊，可能会回啦。对，我觉得有趣的话，当然我会尽量回大家哈。要是我之后不小心有点变红了，我要是之后不小心红起来，没办法回到每个讯息的话，那就到时候再说。我尽量啊。好。那这是 hashtags 的部分。好啦，未来展望，就是主要想做的事情真的吗？老师有话吗？你要马上贴，谢谢，太棒了！我要收割老师的流量了，好舒服哦，请大家让我多舒服，谢谢。好未来展望我想要用台语做100件事，然后我说的100件事是比较大一点的，就是可能不是用台语去买东西这么简单，对，我可能也不是用台语做直播这么简单，我可能想要用台语去做一些 project 就对了啦，就是可能比如说用台语做电子游戏啊，或者用台语做一个桌游这一类的这种比较有趣的，对这也是近期有在规划的比较大比较麻烦的节目啦，但是因为我真的很想做看，然后主要是想要告诉大家说，如果我有办法在死掉之前用台语做100件事情的话，你只要用1%的力气，你也可以做1件出来，好不好？对，就是主要是想告诉大家这件事。那再来还有一个是一直有在做的节目，叫做闹科林，就是想跟各位 VTuber 朋友就是聊聊天啦，就是不管是认识或是不认识的，我们就是来随便乱聊天，聊个90分钟这样子。所以如果有 VTuber 朋友有在看的没跟我真的聊天过的，有兴趣可以直接跟我说，我们就来安排一下好也想做一些比较综艺的企划啦，就是我喜欢耍猴戏，或是把大家拿来耍一耍这样子，所以我可能就会想要做一些，比如说就是 game show 啊，比如说就是抢答啊，或是各种迫害来宾啊，或者是虐待来宾啊，或者是 call dog 来宾啊，或者是凌迟来宾啊，或者是骂倒来宾啊之类的各种这种虐待来宾的企划。那大家都喜欢看 VTuber 受苦受难嘛，所以如果你愿意受苦受难来成就我以及成就你自己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参雄，看要怎么玩，好吧？对，太棒了。好，那再来还有一个我也一直很想做很久了啦。那个大家如果有看过我的那个新年新希望企划的话，我有说过，我今年想要办一场 Open Verse Challenge。那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Open Verse Challenge 是什么，反正简单来说就是把歌写一半。简单来说就是，应该真的可以这样说，就是把歌写一半，然后后半段就是给大家自由去发挥，大家就可以去接自己喜欢的东西，非常好玩。对，然后我今年有预计想要做这个 Open Verse Challenge， 那其实那个 beat 跟混音都有找到老师，就是已经快了，很快就会跟大家宣布了。我到时候一定我宣布的时候一定会大肆宣传，一定会让大家都知道。对，那就各位 VTuber 朋友，这也是一个就是来交流来玩的机会，所以也欢迎大家来挑战。对也不一定要 VTuber， 就是观众也很欢迎可以参加。对，就再请大家多支持。好，来 QA， 那叫什么？这种 PPT 一定要有 QA 吧？大家有没有想问的问题不敢问的、敢问的、不好意思问的随便问。不问的话，我就要进下一 part 咯。来，等你们的时候，我喝个水，好吧？有没有要问的？我喝水，你们听得到吗？这算 ASMR 吗？好像听不到请问火蛇的种族是什么？宝箱怪啊，只是因为宝箱怪可以变形嘛？因为听得到吗？耶、大家赚到了。
火蛇的种族是宝箱怪，只是我可以变形，所以我变成人形了，好不好？喝水声音很小，好吧？那就是那个耳机福利啊。本来想讲福利熊福利，但是算了，对，就宝箱怪啊，只是现在变成人的样子嘛。就是喂，阿峰，你问这啥啦？阿峰啊，阿峰，你就贴个标签遮起来嘛，问那么多，藏起来就不用问了啊。可以变女的吗？有那个预算就可以啊，等那个 MP 够了就可以，好不好？大家多多抖内，我就有机会可以变女的，好不好？有机会也是想试试看啦，有机会想试试看，对，那就请大家多多支持，好不好？说真的，认真说你们想要看到我变出什么新花样，你们可以直接跟我说，对，然后除了跟我说之外，最好是在就是你们知道，我觉得赞助比较有机会实现梦想，不然实在没办法，对。就是可以许愿啊，许愿不犯法啊。如果你用绿界许愿的话，你用绿界许愿，然后提供的那个 MP 够多的话，就比较有机会实现这样子。旁边那条是马尾吗？不对，是鞭子，用来鞭打大家的。好啦，应该是马尾啦，比较像辫子吧，辫子，对，是辫子。嘿，加一条勾跟阴影就可以了，不一定吧？不一定欸，不是这样欸，你这样我等于是免诉，不行吧？不可以吧？太敏感了。好，就是很色的那种后脑勺紧接辫子，这样很色是吗？不是我说的哦，是刘克家长说的哦，是伊藤绿茶说的哦，很色不是我说的哦。好，领号码牌给我抽一次。没有啦，没有要抽，没有要抽特斯拉，也没有要抽打大家，好吧？我们冷静。好啦，我看大家应该问的差不多了吧？如果还有想问的，就是可以去我的 Discord 慢慢问，我有机会就也可以丢棉花糖啦。对，你们之后还有其他想问的问题，也可以在棉花糖或是在我反正你们知道怎么让我看到，对。就你们也可以用那个刚刚说的 hashtag， 那个叫什么？那个叫 summon 灰烬召唤火蛇哈，也可以用这个，就是发个文问个问题，我去看，也可以，好说，你们会找到方法的，你们都很棒。对，那我就假装 Q&A 环节结束，反正大家比较喜欢听我唱歌嘛，那我就再来唱，嘿，好然后。先穿个衣服，其实花车上还蛮冷的，我先穿一下。穿太多了，好，穿好了。好，那等我一下哦。好，偷偷给他载入一下。我先让那个伴奏老师灌个2罐咖啡我又跑不动了，太棒了。怎么了？爆聘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刚跟大家介绍的时候有讲到我的证照嘛，就是我有那个这声音是进浴室的嘛，我就只是 reverb 开比较重啊，这样比较有那个味道吧。电子花车的麦不就是要这个感觉吗？我其实原本想要直接把它调到爆音爆破大家的，这样会更有味道。但我想一想还是算了，这样以后你们就听不到我讲一些有的没有的，所以算了。好对。那个进浴室的话，付费解锁那个有点太刺激了，目前没有要做这种的哦。好刚刚有讲到我有一张非常精美的证照，叫做教育部闽南语语言能力认证考试我居然记得全名，我好棒就是为了跟大家火力展示一下，表演一下我的这个台语能力哈。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是之前因缘际会有来翻译这首女王蜂的 Zero 一起把它就是翻译成台语版，但是我之前这个翻译的版本我自己还没唱过，对就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让大家来听听看如果 VTuber 朋友有台语翻译词，或者是有原创曲需要填词的这种需求的话，
哦，可以来找我，我非常乐意做这种类型的合作。对，那就期待，说不定希望可以有人来哈。好，好啦，废话又讲太多了，我们就来唱接下来这一首。好好，希望那个伴奏老师可以稍微认真一点啊！啊，伴奏老师，敢不敢认真演奏？好，然后开始了。冷了我心这就是最后伊是安尼讲若阵死去会安怎？话讲到这也袂人一起倒插滴的滋味，流鼻水花都也要负担。是讲呢，到这心里边就全无意义。若亲像一简单的花草活日子，一双过一双，也袂找到机会来牵起的手。死了要安怎？老师，咖啡都给你喝了老师。生活来说，我们是啥人？若陪一个讲戏，目前你就过思维，电话都咱都一再紧做，若阵轻易原谅，欠下咱的，全部放袂去，拢是有温柔，看得到付出的努力。太棒了！今天大家赚到了，你们可以看一次彩排版的，跟一次那个正式版的。好，我们这个伴奏老师实在是来。对，因为他喝了那个啦，他直接喝了那个咖啡塔啦。他现在是非常心悸的伴奏老师，他整个那个你有没有听到？他节奏整个都乱掉了。他现在是5倍速在演奏啦，这个我们也不能怪他哈。老师很可怜，这个时间被我抓来跟我一起过劳，我没有过劳，其实我现在还好，就是老师被我抓来过劳，那也是我的电脑。你看，我老师住在我的这个马铃薯电脑里，怎么觉得奇怪？设定增加，我的伴奏老师非常可怜，住在这个发鲁的马铃薯电脑里面，他现在整个家烧起来，然后就俨然是那个梗图，你知道吗？就是手上拿着一杯咖啡正在喝，然后那个出来会写出，然后 I'm fine 那一张啊，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没错，他是已经心悸了，还在喝咖啡，然后就是只能说没关系啊，就这样啊。好啦，来 Take 2， 等一下大家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有 Take 3哦，敬请期待，好不好？有没有超级赚到？一首歌可以听好几次。好啦，来，老师可以了没？可以了哈，心脏有在跳哈，老师。哎呦哈，好 ，OK。冷了我心这就是最后伊是安尼讲若阵死去会安怎？话讲到这也袂来一起倒插滴的滋味，流鼻水花都也要负担。是讲呢，到这心离开就全无意义。若亲像那一简单的花草活日子，一双过一双，也袂找到机会来牵起的手，会死了后要安怎？生活来说，原本的是啥人？若袂钱的讲戏，目前你都过思归。再好拍倒，咱就一再振作。若阵轻易原谅，恐吓咱的全部放袂去。总是有人就徛伫倒两厝的路里，斗向我头尾也是上帝的眼神，苦苦中福着真欢喜，含你熟悉歌有对得起。交出脚步，打败拢期待，心内所想一定迄个未来，自生成着一直航空的不变，若阵接受着，留得着自由自然的做阮倒退行，但应该安怎心头掠定，靠你心内无限大的理由，唱出敢若上对面对的歌声，为即摆开始无想要搁做人，一摆搁一摆会压着心也先人，另一个开关。知影走去对，还是讲其实为原地都无存在迄种物件。甲恁结做伙敢有安心感？昨天愿听你讲出，其实阮拢是会当替换。我是，
倒啊迄阵说到的舞，舞动舞情，我拢要受煞的 dance dance waltz， 哎，你迄边感觉安怎？喂，老师，你迄边感觉安怎？喂，老师，会喘气袂？老师，哎呀，好可怜啊，老师，啊，等下还要演奏2首哎，老师，老师，老师。对分点一好啊，轻声小声，气息轻轻，一片新的天就才开始。非常，等，老师，这个欢喜色彩上，嘿，他是叫做做咩？老师，你是走去倒位啊？要安怎互人相信？继续来踏出脚步，这路一直逐摆拢期待，心内所想一定未来。做些事，老师啊，要人得到自由自然的做不到体行，人应该安怎心头亮亮？老师，小弟面对的歌声，老师，他是喝懵啊，还是你们较挑剔啊？啊，大家那个心脏不能喝太多，不是咖啡不能喝太多。要不要 take 3啊？大家要不要 take 3？你们说？我发现那个好像让老师重复演奏的话，好像他演奏过的地方会稍微好一点。要不要 take 3？你们自己说啊。这幸福爱靠自己争取啊。想听要说啊，不想听我就装傻，好吧？没有啦，我也是想唱啦。这台湾话当好这摇贵给设计啦哈。好 take 3一定好不好？老师他说可以，老师说可以。啊，真的啊，太棒了！等下被版权泡就可以泡3次，好爽啊！好了，来啊！哇，老师袂喘气啊！会喘气呵。打定了关心这就是最后啊！伊是安尼讲，咱死去会安怎？话讲到这，过来天气倒好，插滴的珠，到底吹破了也要负担。是讲呢，到这先离开，就全无意义。那亲像那一简单的合作日子，一双歌一双，要要找着机会来牵起的手，会死了后要安怎？是有进步袂歹。老师，最心肝来想，我原来是啥人？我背前的讲句，目前就过输鬼。一再好拍到，咱就一再进步，那就轻易原谅，恐惊咱的全部放袂记。当时有阮就徛伫倒两厝的路林，到处我太背也是人感伤伊的眼神，国哭中哭着真欢喜，含你熟悉歌舞入去。踏出脚步，逐摆拢期待，心内所想一定迄个未来，人生成着直直风风不定，若真接受就会让得到自由自然的做不到体行，人应该安怎心头亮亮，当你心内无人应该理由，就算咱俩小弟面对的歌声。为即马开始无想要搁做人，一摆搁一摆的压到心也善人。平时的开关毋知影走去落，还是讲其实为原地都无存在迄种物件。你这个，你会当听我？趁着真头敢有法度来跳舞，衣裳洗洗的倒啊，迄阵所流落的舞，舞个舞情，永远拢要想说，会 dance dance waltz， 哎，你迄边感觉安怎？对
气氛点睛，好好来轻松休息，提醒清醒，一片新的天为才开始。梦想梦想谁感觉？好好洗刷刷伊，上尾一摆讲出了欢喜到欢喜色彩，身体大声的叫着绝对袂当困去，无通停，一天好彩是一粒去灰心，高山连人伊能出半日要安怎好人相信？继续来踏出脚步。Zero 一摆拢期待，心内所想一定行的未来，从细心着直直放空的不言，若准接受的但得到自由自安的做每道体行，但应该安怎心头掠掠，放伫心内无通理解理由，就像咱想对面这个歌声。3个 take 没有一个完美的，好，没关系。我们如果真的要割回剪辑，好像也不是割回，但我们可以用剪辑魔法搞定它，没事。好啦，这个很努力啦，老师很努力啦，伴奏老师非常努力了，已经很棒了。我们不要太苛责他，他也没收我钱。OBS 是免费的软体，他也没收我钱，真拿他没办法，真拿我没办法。好啦。大家如果有喜欢的话，再跟我说，我再看有没有力气多生一些台语的歌曲出来，好不好？再给老师一个机会嘛。他等一下还有2首要演奏，他再叫他弹，他等一下真的是，他等一下就死掉了。不完美可以完成最美的你，哇，这么鸡汤吗？这么好吗？我知道，无论如何，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我们火蛇都是非常美丽的。我知道，谢谢大家。好像稍微有点烧香哈，因为我的那个使用声音的习惯不是很好，我好像讲过好多次哦，所以我有时候太嗨，我现在就很嗨，或者说太嗨就是会把自己搞到哑掉。好，这个下一首我等不及，下一首也是非常，就是我把好戏都塞在后面了，下一首也是非常想跟大家分享的歌，对。非常的美妙，帕瓦罗蒂，不要，帕瓦罗蒂目前只有我跟你知道帕瓦罗蒂是什么梗，先不要，这个以后大家有机会就会看到。好对，那下一首歌大家一定没听过，我敢跟大家保证，下一首歌不可能有人听过，你们一定都没听过，为什么？新歌啦，新歌哦，我同接掉了，刚20几个，现在16个。你们想要那个找朋友来听新歌的，现在还来得及，传给你所有的朋友，召唤你所有的家人。我们现在要来发表一首从来没有人听过，这是这首歌第一次被在这边那个演唱出来，好不好？这首歌名我也不讲等一下你们直接听，好不好？大家准备好了吗？有没有 Doki Doki 好了，我已经那个铺垫这么久了，该来了。那我们准备来唱今天的倒数第2首歌。初见好，拍档，哎呦，感謝你今日來捧場啦！哎呦，那這好的，人來就好啦。好，我们现在马上要来发表这一首歌，我们直接来。等一下我看一下老师还有呼吸吗？伴奏老师呼吸不太稳，好，没关系，那个有准备 AED 在旁边了，他等下真的不行就把它电停电停再换一个老师就解决了，好不好？好来。嚣张，还是他活得太爽，非得躲起来开个小账才能讲我想讲，我不想藏，不什么情绪别到内伤，要用我的力气獠牙，轻易把世界变成战场，我就要骂到你嗓子哑掉，人生苦短及时骂，有不满何必要吞掉，放声骂倒，就算要变成小告，跟着我唱出心中的怒吼，尽情放声咆哮。
那个，哈哈，你们以为你们网路不好哦？你们以为你们网路不好？是我不好啦，是我不好啦。哦，好好玩哦，怎么那么好玩？有没有人想骂人？有没有人想骂人？符合今天的主题吧？对不对？骂倒啊，开放大家可以骂人了，好不好？哎，不是，这首歌怎么只有一半啊？为什么啊？为什么这首歌只有一半？怎么可以这样？不是说要发表你们从没听过的歌吗？怎么可以只写一半？不要拿刀戳我的脚，这个 play 有点太重口味了，不行不行这个太可怕了，这我不行。那个 R18G 禁止，R18可以，R18G 不可以，好不好？不是，我都讲这么明显了，没有人要回答我吗？那个做效果嘛，做效果。我怎么只写一半啊？怎么可以这样？刚刚有个好大的喇叭哦，谁啦？谁那么生气要开车来撞我？不要这样啊！哦，原来是 OVC， 谢谢阿密旁点来回答一下，没错啦，刚不是说要办 Open Verse Challenge 吗？喂，阿静准备老虎钳吧。阿静，你平常不是这样子的，你平常不是最温柔的吗？不要啦好恐怖哦，大家不要这样，完蛋了，等一下真的要画 R18G 的图了吗？想想也不是不可以啦，反正只要能收割流量怎么样都好嘛。你们被检举我就不管，反正我不会检举你们啊。你们画 R18G 被检举就没办法，对。好啊，工钱哈，对啊，我也是跟大家开玩笑，干嘛这样子，对不对？好啦，生日被搞吗？对不起，真假的，真的生日哦。那我马上为你唱一首生日快乐歌，但我没有准备伴奏，没关系，伴奏老师也快死了，那就好，你应该看前面听下台语版的对吧？来，大家祝那个刘克家赏生日快乐，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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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好。因为我没有准备伴奏，也没有准备和声。今天是阿杰是阿杰啊！对不起。好，我们祝阿杰生日快乐。拍谁？救人哦！完蛋了，我脚真的要被老虎钳拔掉了，输定了。再见了，世界。还是我现在就下播逃避这一切好了。好，我们那个正面思考，又有精华可以剪了，又有脚可以拔了，大家都开心，大家都赚到，好不好？对不起，好原来是这个意思，也是你重要的日子，因为是生日啊！好，我们现在真的认真、真心诚意来祝阿杰生日快乐！来，大家跟我一起来，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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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谢阿杰一直长期在支持阿慧的各种奇奇怪怪的行为，真的，而且真的是很温柔的人，对拍谁，我又出包啦，对，那对，好了拍谁，就是真的是我是非常贪玩的，所以偶尔会搞一些有点超过的，那就请大家原谅，对，好好。耶，你好，初见安安。对，今天是我们这个昌大叔的生日，大家祝大叔生日快乐。好，好像也算我的重生的日子嘛，对不对？终于变成一个人的样子了，某种程度上也算是我的生日。那我们就真的是
算同一天可以一起庆祝了。喂，好，那帅过去就好，那已经变残念系，所以效果打折，是这样子吗？确实吧。其实不瞒各位，我一开始就觉得我是残念系的了，我的行为本来就是非常的脱缰野马，非常脱轨，所以好那总之，我们来说明一下这个 Openverse Challenge 的活动好了这是肯定要直接给大家看一下活动办法的吧？那等我一下哦，我先跑得出来吗？跑得出来吗？跑不出来跑不出来，给他跑一下好了我先把我终于可以把我上传的影片先设为公开了，等下大家在我的频道上就可以找到我的这次的 OVC 的影片。我的办法都跑不出来，它是白的，哇喂！不是假的，不是假的，不是假的，真的，这是真的，这次是真的跑不出来。完蛋了，我现在就是放羊的火蛇，大家都不相信我了吗？好爽哦，怎么会这样？等一下，我要怎么？等一下，我马上开给大家。好想喝水。编辑权限没有搞有跑出来啦！好，我把它设为公开。好，太棒了。好，那个。后面这是什么？后面是我自己的定格的图。我想说后面怎么突然站一个人，白痴哦。好，有，你看出来了，喂，好我好像有点挡到那个办法嘛，所以我把自己移过来好，来跟大家介绍。我这样挡住大家留言呢，我不要那么膨胀啦，我稍微小资一点。好。来，好，马上跟大家报告各位听好了，无论是 VTuber 朋友，还是观众，还是随便，就是不论你是什么身份，都可以来参加。好，那大家好，我是个人是 VTuber 火蛇。你的生活中有怒火无处宣泄吗？不论是你的上司、同事，还是客户或者是无论是你的上司、同事、客户，还是有 VTuber 在 2.0的时候搞你的，还是有无良残念系帅哥在 2.0 的时候用一些奇怪的奥博一直骗你耍你你感到非常愤怒吗？你就把这个愤怒化为你的创作能量吧。好，什么是 Openverse Challenge？ 刚刚有讲过啦，简单来说就是接歌挑战，那就是由我先写这个歌的前半段你们其他人就可以用我的那个。反正等一下我那个影片已经开出来了，然后那边有活动办法，你们可以直接进那个连结里面，然后里面会有你需要的所有档案，那就可以用这些档案去创作它的下半段。那么以下我有放一些 Openverse Challenge 的例子，如果想要直接听一下其他人的 OVC 长这样的话，可以直接去点这2个连结。好，那刚刚说到不管是谁都可以参加那你要遵守这边的注意事项，你就可以使用我的音档跟影片档。然后这次的主题是骂倒你有什么不满骂出来对，你觉得那个我 2.0 搞大家你不开心就来骂我，谢谢大家，我又可以收割流量了。好，那除此之外，就是有一些 VTuber 发现自己的观众很喜欢被骂的话，你们也可以直接拿这个骂倒的 Openverse Challenge 来发一些骂倒福利，也是可以的好，那总之呢，就是你们直接点进这里就可以下载你需要的音档跟影片，然后请大家务必加上自己的创作，就是你们要把歌的后半段写出来写出来之后，请大家帮我发在 YouTube 上面我才寻得到，然后我才有办法把你们的影片加到那个播放清单里面。好等一下那个我说明，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你们有问题直接问就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一下这次 OVC 的办法就对了。好，然后到4月20会不会太短？4月20有1个月又3天呢。感觉好像还行。会太短吗？会太短的话，我再想一下，说不定我再偷改。总之目前是到4月20。对没关系，如果你们觉得太短，也可以跟我反映，好就是基本上于时不候啦。
啊，如果我突然觉得改一下比较好，我会再通知各位哈。好，然后我在那个投稿截止之后的隔周，跟我的观众们，以及如果投稿的人有比较多的话，也不一定啦，就是我再评估一下综合的状况，我会决定要不要邀请来宾。对，然后我就会开一个 reaction 来看所有人的投稿。对，那如果投的很多，我就会开很多次这样子，不然我会数掉。好，然后发布的时候要记得用这2个 hashtag 啊，这样我才寻得到。我去顺餐注意的时候，我会去看这2个 hashtag。好，如果你没上，我就会寻不到。对，好，然后那个如果那个刚说请务必发在 YouTube， 就是不一定只发在 YouTube， 你也可以发在其他地方。比如说有些人也想发在推特的，也可以发。那你发文的时候，请帮我附上以下资讯，直接帮我复制这个，就是我现在圈起来的这一块，直接帮我复制这一块，直接帮我复制那个 Openverse Challenge 骂导，然后参与资讯，这个连结点进来就会直接到这份文件。好，然后我们这次编曲老师制作这个 beat 的老师是朱蜘蛛老师，然后混音是阿伟帮我混音的。对，那这个也请帮我放进去。好，那为了预防，就是刚刚有说我会去巡残罪的时候，我会去看这2个 hashtag， 但是预防就是有没寻到的情况哈，请可以帮我贴进这个 reaction 表单里面哦，这样我就不会遗漏哦。我每天巡残罪也会看这个表单我就会把这些里面有贴的，我会直接把它，我直接开给大家看好了啦，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跑得出来吗？有，好，就是请大家帮我直接填，你就写你的名字，你是谁，还有你的影片连结，有什么其他想说的，比如说陈火蛇不要再搞了你就可以写在这。好，对，希望在下空空的脑袋有办法写出来，感觉很好玩，只怕脑袋空，没关系，这可以慢慢想。然后就是我觉得，不知道，就是我一开始参加的时候，就是我有参加过其他人的 Openverse Challenge， 然后也是一开始会不知道写什么，但是好像就是一开始就是不要想的太困难啦，就是轻松，然后就是来玩，就真的是当做来玩就好，不用太有压力，反正也没有要比赛啊，就是看大家来参与我就很开心，然后就是也是给大家就是一个交流，可以互相认识到一些新朋友的机会。对，所以我是非常期待可以大家来多多来参加。好，那么对，总之有做作品的就帮我贴到这个表单里啊，观众也可以参加或是路人，就是平常不是我的观众，但刚好有看到，都可以来，你也可以到定节到卡阿布节阿爸，找你的爸爸妈妈来参加，找你的亲戚朋友都可以，欢迎大家来。这个我的台很也没有很大我的台很小，欢迎大家来玩。好，那个影片跟音档就是 beat 有取得朱蜘蛛老师的授权可以使用了，那请大家放心来玩。那你们也可以去老师的频道看他做的其他作品。好，那可以在原本的音档上加其他的和声，也可以加其他的混音。然后这个跟其他平常看到的 Openverse Challenge 比较不一样的是，大部分的 Openverse Challenge 那个 beat 是禁止改动的，路人也可以参加，那洋人呢？可以啊。你说的洋人是金发碧眼的洋人吗？对，说到这个，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语言是没有限制的我直接先加到常见问题里面，语言没有限制哦。我没有那个快乐点点我来复制一下我的快乐点点，你们等我一下。语言没有限制哦，所以如果你是金发碧眼的洋人，你只会讲英文、英语也可以来，不是有限制啊？语言有限制吗？没有，欢迎使用任何语言。不会打字任何语言参与。好，对，所以大家想用台语、客语、原住民语，还是日语、韩语，都可以
接受挑战任何语言的部分，这是好玩，这真的好玩。对，我之前参加别人 Open Verse Challenge 的时候，也是就是会塞一些英语啊，塞一些台语啊，然后我觉得尝试用不同的语言去押韵很好玩超好玩的，就感觉自己好像很厉害，就会有个优越感。真的，我觉得用英语跟台语这样子跨语言押韵非常有成就感，推荐给大家试试看。对，真的很好玩，请大家务必来玩。好啦，如果你们真的觉得4月20号太赶不够玩，你们再跟我说啦。如果有不少人跟我这样说的话，我可能就会延，对，或是大家玩得很开心，很喜欢玩，我就会可以多办几届这样子。好，对，那这次跟那个其他 Open Verse Challenge 比较不一样的是 ，beat 是可以改动的。通常那个编曲老师可能会不希望 beat 被乱改这样子，但是朱蜘蛛老师说可以。他说大家那个可以发挥创意去试试看不一样的，去做不一样的 beat 是 OK 的，可以在上面加料、加葱、加酱油都可以。好，那大概就这样啦。其他注意事项就是我给大家下载影片档，后面有留比较长一点，所以你们可以自己依照需求去切割它。我唱的地方也可以切掉，你甚至可以完全不留，直接从你进来的地方开始也可以。那或是你要全留都可以，依照你们自己的审美去做就可以了。好，然后这个比较重要的是，虽然说今天的主题是骂倒但还是不建议就是你去对其他人做一些指名道姓的攻击啦。如果有引发一些争端啊，或是法律责任啊，或是什么的，跟我没关系可以自己切割调整加减填词。就真的是开放给大家玩，好不好？就是你可以发挥创意，你有什么办法去？你要把我段落删掉，塞你自己的，也可以。你想做，然后有能力做，都可以做。对，真的是开放给大家乱玩，好不好？现在阿慧就是供大家乱玩的一个课题，好像不是这样讲。我怎么变成这种人了？怎么会这样？改头换面，连那个人格都变了，救命哦！好啦，对，那如果你确定不死之谜骂倒自己可以哦，完全可以。对，那如果你确定要指着某个人的鼻子骂，你要先跟他讲好。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好不好？就是如果你有跟谁感情很好，然后你们觉得互相骂好像会做效果比较好玩的话，你们自己讲好就可以。你们如果没讲好，然后事后发生了什么争端没我的事，我这个注意事项都写好了，我该讲的都讲了就这样子好。但是你可以指着我的鼻子骂，好不好？随便你。好，你觉得我今天太过分了，玩弄大家的感情，在那边 Super Idol 的笑容在那边假装卡住转圈圈，好过分，骂死你这个妖艳贱货！可以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无所谓，反正我就是收割流量，好爽，对。但是如果你骂一些比较超过的我也不会怎样我就会骂回去。对，就是如果你骂我，我就视同你同意被我骂我可能就会在不犯法的范围内骂回去没有，不是抖 M， 这是为了那个频道的流量牺牲，才不是抖 M， 别乱讲好，那最重要的就是词曲段落编排务必是个人原创。不要抄袭我该讲的都讲了。如果抄袭有衍生出什么法律责任还是什么的影片也是你在上影片也是你剪的歌是你做的没我的事你抄袭被骂，我也不可能帮你不要抄袭好不好？不要抄袭就不要嘛，就不要就是好啦，大家都有尝试，不用讲那么多。好，常见问题，你们现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有什么问题可以趁现在问。不然就是你们一定有很多方式可以联络我，你们再联络我。对，然后我应该会在 Discord 那边也开一个 Open Verse OVC 的一个区域，一个频道给大家在那边交流或是提问比较方便。晚一点我一边吃东西的时候再来开。好同一个人可以投几支，你可以投很多支，但是如果你投太多比如说你一个人超强写了20-30支我 reaction 开不完，我可能就不会一支看，我可能就会问你啦，你比较想要哪几支被 reaction， 或是哪一支被 reaction？ 对，遇到再说。对，真的有这种情况，我们再来沟通。好，然后其他问题可以在哪里问？
你可以在我的推特私讯我，我应该都有开，然后我都很频繁的在清那个垃圾讯息，所以应该是看得到。对啊，或者是你也可以用棉花糖直接丢来问我，我还可以直接发文，直接告诉所有人，直接公开回答，也蛮方便的。好，那就这样啦。然后语言没有限制啊，欢迎各路好手来挑战。好，那怎么联络我？就是推特、Discord 啊，如此简单。好，耶，讲完啦，感谢大家今天来，非常开心。因为我这个控时控的还不错嘛，我本来就想说大概开2个小时。对，那我们好像就可以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嘞。有没有人才刚来的？有吗？有人才刚进来，然后要我才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好烂哦，怎么这么烂？有没有？有没有？有的话，其实我好像也不能干嘛。我等一下就准备就是来唱最后一首歌，然后唱完就请大家就是喝酒不要开车哈。嘿，各位好朋友，如果你才你最好，你刚刚就在。小师妹你才啊，你真的才来，完了。不是，要是你很早就来吧，玉溪你也是一开始就来吧。你们不对耶，你们踩我不要不踩。CY， 请问我们是初见吗？马上看看。是阿伟吗？我怎么卡住了？不可能，你们哪有每个人都才来的？被发现啦！是这样子吗？中离了一下 ，party 就要结束了，没关系，不要紧张，不要紧张。那个不是，我们还有长达1个月的 OVC party 可以玩呢。你们等一下刚好不告亏，或是有不满的哈，觉得阿慧今天很超过的，马上就可以写歌了。趁你们还在生气的时候写。来骂我，请骂我啊！来，本日重点，骂我啊！就这样。那今天那个快乐的时间也是过得蛮快的。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对吧？这是阿伟的账号。老师，太开心了。虽然我今天没有开那个可以往回调的，但等一下我也就快要结束了，所以可以补回去听，可以看大家对我们这个 OVC 揭露的反应啊，好爽。好那就这样子啦。好，那是真的很期待大家可以来玩啦。对，那明天也要记得有这个 2.0 后日谈，我预计会跟大家分享，就是这次准备 2.0 遇到的就是跌跌滴滴，可能有一些花絮这样子。对，那就这样。好，那明天要记得来看我啊。好，那我就要来最后一首歌咯。等一下最后一首歌就唱一唱，我们就大家就回家啊。大家就自己那个开车播酒，喝酒不开车，然后吃太饱的去散步走一走，还没吃的可以去拿东西吃了。好，就这样。来者何人报上名来，我是陈火神。我今晚要喝喝这人啊，改头换面啊，变得很帅啊。你真的是才来吗？等一下，这是刚来的朋友吗？对不起，我们现在要最后一首歌了。对，那阿修罗来吧，你也是现在才到吗？下班赶上了，好，你赶上最后一首歌，好，那就真的要准备跟大家说再见喽。等我一下，伴奏老师，我先去确认一下我们的伴奏老师还有没有心跳，好像没有等我一下，完蛋了，伴奏老师。什么？我都用侧脸看了吗？对啊，这样看起来比较酷，是这样讲的吗？好了，那个之后还有非常多机会可以看到帅帅的我啊。好，大家记得礼拜3、礼拜天都有联动，礼拜3跟飞波妮妮一起把大家骂成狗，有没有？想被骂的可以来不想被骂的也可以来啦，应该是不会骂大家。好，然后。礼拜天要跟瑟西恩一起来看这个叫各种咖啡店的 Google 评论，非常期待，太爽了。好，那就这样子啦，那真的就要来唱最后一首歌跟大家说再见了。那预先跟大家说再见，
好，大家拜拜。我爱你，有一个三面那我爱你，就有一个三面那我愛に様の中で吐きさしてもう満タイ破滅してるんじゃ Hold me tight トラウマの値お座りたい星喉の奥がチクンチクン僕はドクドク歩道で孤独消してみせてよ愛も恋も独裁して僕を独占してこのまま中毒になるまで注視よそしてケケケロンケケケロンケロンジューケケケロンケケケケロンジュー熱く届けるくらいに溢れた気持ちが定まないでしょケケケロンケケケロンケロンジューケケケロンケケケケロンジューケロンケロンもう満タイケケケロンジュー時間勝負はいつもトンチンカン僕に言わせりゃちんぷんかん踏んだ最後はどうでしょうもう何回やれらればいい終わない忘れられない終わないでときめきへんないよし喉の奥がチクンチクン僕はドクドク心臓ごと引きずる出してみせてよ気持ちいいねめんどくさいけどやっぱ照れくさいけど死ぬまで忘れられない重視よ怒りた街はゾンビで溢れる君は僕に恋してるときめく胸につながるロープを引きなよ行くよペペペペペペロンペロンジューペペペロンペペペペロンジュー待ちてくれるくらいのうずうずしさが美しいでしょケケケロンケケケロンケロンジューケケケロンケケケケロンジューせーの時間終わないケケケロンジューGet on